亞洲聯合基建創立於1968年，係一間擁有多元化業務組合嘅香港上市企業。業務範疇涵蓋建築工程、保安及物業管理、房地產、運輸以及醫療科技。集團嘅建築業務由晉和建築控股有限公司營運。參與過嘅大型基建項目包括山頂凌霄閣重建發展、西港中心、中聯辦大樓、香港國際機場航天廣場前2號客運大樓、中環及灣仔繞道工程、將軍澳藍田隧道、將軍澳交匯處及相關工程、組合社會房屋項目業成6號，以及廣華醫院重建計劃第2期。安全係所有工程嘅根基，我哋運用一系列智能科技，實時掌握整個工地狀況，提升管理效率，減少意外發生。城市服務集團為物業提供優質嘅一站式專業保安及設施管理服務，服務網絡覆蓋多個本地大型物業。雅居物業管理為公營房屋提供多元化物業管理服務，並涵蓋超過20個大型屋邨，喺管理、保安、環保等範疇屢獲殊榮。亞洲聯合基建亦致力發展唔同業務範疇，其中成員晉和物業發展積極開發房地產項目及投資。為抓緊運輸業機遇，我哋將業務擴展至非專營巴士服務。晉和巴士服務為公眾提供安全可靠嘅客運服務。財訊亞洲發展係香港首個網上建材採購管理平台，為各工程項目提供一站式建材採購管理方案。我哋亦投入發展醫療科技與健康業務，旗下嘅 Hong Kong Cyclotron Laboratories 主要從事生產放射性藥物，並開拓市場。現時，亞洲聯合基建嘅足跡已擴展到海外市場，包括新加坡、菲律賓、越南、阿布扎比及澳門。展望未來，亞洲聯合基建邀請你同我哋一齊延續信念，建設未來。